观众朋友，大家好早，欢迎收看今日新历7月初3公司第几台早起新闻，我是洪敏珍。新闻一开始，咱先来关心农田水利法的修法。昨在立法院临时会经过5点钟的讨论，三读通过啊。不过讨论的过程，哪力双方因为对修法的内容有无同的主张，是逐条啊表决审议。未来水利会确定会改制，会长会改做是官派，也会成立农田水利事业的作业基金。未来农业用水要调度，就通更加顺势。将近60年的今天呐，我出来抗争的对象，既然是我一辈子期待支持的民进党。反对政府强制征收水利费列入公务机关，初二早起，桃园、台中、彰化地方水利会动员200多人到立法院抗议农田水利费修法。农委会主委陈吉中初二开记者会讲，水利费改官派，以后对农业用水的调度会更加有效率，扩大服务农民。我们会全面的去取缔这种所谓的灌溉水质受污染的这个部分，因此我们的这一个未来的农产品，我想你土地有了，那水也安全，量也够了，我想生产出来的农产品会更好。民众若发现高圳的水被污染，即马是无法条通发，以后民众会当向地方水利会检举，若污染灌溉水源，相当会当罚2000万。立法院2018年3读农田水利会组织通知，明定农田水利会改制正式公务机关。今年9月底会长任期届满，10月了由政府指派。农田水利法草案内面，将农田水利会改制正式公务机关农田水利署。农田水利事业作业基金的收入免扣营业税，自产加负责由国家解决承收。那农田涉及原住民族区，也会回向中央原住民主管机关。因为条约已经无共，立法院是一条一条标管。国民党团提政府标管，阻挡议事。立院立委黄世杰也对修法有意见，甲立院无共调。将水利会的财产登记为国家所有的程序是不符合宪法上的规定。名为改制，实则消灭水利会，更剥夺了150万农民的血汗财产。我今天要在这里告诉各位。这是一个历史公维的问题，这是一个转型正义的问题。民进党团强调，水利会问题是历史强业，修法是要改变过去农田水利会和地方派系控制，以后透过官派会当有公权力，也会保障现有的水利会职员的工作权。记者综合报道。香港版的国安法正式实施了后，北京是起予真侪国家批评。即阵有未少国家已经有动作要协助香港人。伫咧美国参众两院已经通过香港的自治法，即阵就等总统 Trump 签名。未来美国打算要用这条法令制裁中国的官员。但伫咧澳洲是考虑要提供庇护签证给香港人，英国也确定要开放更较侪签证的优惠。不過中國認為英國違反承諾，佮美國嘅國務卿蓬佩奧講伊話沙利亂人講，對國安法一點仔都無了解。Mainly is because that my case is about political persecution intrinsically. I do believe that applying this political asylum would be the first case in the UK ever. 去年8月，伫香港和中國警察強行拘留被消息15天的英國領事館前國員鄭文傑，2號伫咧倫敦接受媒體訪問，講已經向英國申請政治庇護，考慮甲其他民主派人士成立流亡議會，繼續為香港發聲。政權嘅打壓真係唔可怕。已經解散嘅香港政治創黨成員羅冠聰，喺港版國安法實施前就已經離開香港。I will definitely be vocal and active in the international level. And deliver Hong Kong people's demands and their voices, given that they are unlikely to do so on the ground. 港版國安法實施了後，國際社會攏譴責也出手鬥三工。英國辦官伫咧主管移交前出示，差不多300萬香港人有更加侪簽證的優惠，進一步取得公民的身份。中國批評英國違反主管移交前的承諾，就是無予 BNO 或者持有者英國居留權。英方無視中方嚴正立場，執意改變政策，中方對此表示強烈譴責，並保留作出進一步反應的權利。由此造成的一切後果由英方承擔。
港版国安法适用对象包括非香港人伫咧境外行为。美国国务卿庞培奥认为，这等于是公然侮辱所谓国家。刘立坚是批评庞培奥无知。蓬佩奥天天撒谎造谣，充分暴露了他的无知和偏见。第一，对香港国安法无知；第二，对一国两制无知。刘立坚也讲，庞培奥唔捌中英联合声明甲国际法，也讲港版国安法是帮香港加装一个防护门，让香港的发展重新转到正途。美国参众两院也已经通过让制裁中国官员的香港自治法，就等总统川普签署。记者综合报道。天气报你知，今仔日天气各地头这温度会比昨昏搁较热，而且过到了后有机会落雷公雨。咱这回来看温度。对今日开始，太平洋搁压的日头会豆豆变强，各地天气拢小忽忽。过到这伫咧山区这部分，有可能落较大阵的雨。伫咧温度这部分，各地上悬差不多温度来到34度。伫咧台北、南投、中南部外近山区的所在，有机会来到36度以上的高温。特别提醒民众，着爱加啉寡水，也爱穿雨伞甲雨袜有味。前几天这下昼时雨是落甲真大阵。昨伫咧台中市南屯区，有一个骑奥多麦的人，无说离怎去雨倒去的这树仔跌掉咧，去上病院了后，怎救无转来？车路有一条封锁线，因为头前有一丛树仔倒伫咧路中。台中市南屯区出现下昼一阵雷阵雨，予了当过一段一丛树仔倒来，击跌着骑车经过民众，送医了不幸死亡。警方到现场调查。受到对流云系影响，气象局伫昨下昼对17个县市发布雨大雨特报。不会吧？怎么这么快就淹水了？新北市土城3点钟的雨量就超过120毫米，甲昨下大雨比今仔日天气加较稳定，水汽也较少。过到了雷阵雨范围会较细，时间也会较短。明天太平洋高压的势力比今天稍微强一些，那也就是说，明天呢午后雷阵雨发生的范围呢，比今天可能会稍微缩小一些。不过在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以及各个山区，在中午过后，仍然可能会有局部的午后雷阵雨出现。那特别是在各地的山区，可能还是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气象局讲，今仔日也未落雨之前，温度也是正高，温度可能到36度。过来拜六礼拜天气会更较稳定，不过大台北地区也有东北部加各地山区，过到了可能也有雷阵雨。记者综合报道。今日报纸拢看什么重点？咱这回来去现报纸，先来看《澎湖日报》。昨台北股市股汇隆起，即阵台票换美金已经冲过杨金龙红线29块6，收伫咧29.586块，创下2年来上悬的纪录。来看《联合报》，科技院前院长邱创焕昨伫咧厝内过身，食甲96岁。邱创焕和前总统李登辉，也有已经过往的司法院前院长林佑港，拢是蒋经国时代真有心伫咧杀本土化政策、台湾籍真优秀的少年人。邱创焕伫咧1993年去互人提名做科技院院长的时，要去互民进党创党的党员张传田扇两个嘴皮，怎真做是当年真使人注目的新闻。来看《中国时报》，针对中国媒体东南卫视伫咧台湾录政论节目的时，陆委会证实讲已经废除这2个驻台湾记者的记者证和入境许可证，要求因伫咧今仔日就要离开台湾。再来关心疫情，昨咱国内增加一个武汉肺炎的确诊个案，伊是对墨西哥回来50多岁大伤，伊伫咧墨西哥的时身体就有各样，不过因为当地医疗资源有限，无法度去验病毒。伫咧入境台湾的时，伊就主动通报，即阵伫咧病院隔离治疗。国内新增加一个武汉肺炎境外移入病例，是今年2月初被派到墨西哥工作50多岁男性。个案在6月17到22期间，陆续出现头壳痛、嗽、四肢无力，也有发烧这症状。伊捌伫当地坐摆去看医生，不过当地检验量能有限，无采检。加在经过治疗了后，症状缓解。个案7月初一入境时，主动讲过去14天有无爽快症状，由机场人员采检了确诊。即阵这个个案正伫病院隔离治疗。
他现在是无症状，但是就是说，因为他的 X 光显示还有这个一些肺炎的阴影哈，那目前检测也都是阳性，所以我们住院是一方面是让他可以隔离到病毒阴性不具传染力为止。指挥中心讲，即阵已经掌握个案接触者有23人，包括前后2排共班机乘客11人，另外有1个人转机无入境，加上到店的同事1个人，有11个人必须伫厝隔离。共班机机组员11个人，因为转点有适当的防护，列做自主健康管理对象。他本身也有这个戴口罩，他自己本身又另外准备了护目镜，他还有全程也有穿这个防护衣。指挥中心讲，墨西哥即阵确诊人数有232000人，而且每天新增加4000到6000名的比例快速增加。伫国际间算讲疫情较严重的国家，而国内总计确诊人数达到448例，分别是357例境外移入，55例本土病例，加36例敦睦南队。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全世界武汉肺炎疫情也搁伫咧滚价。即阵全世界病例数已经超过1099万例，死亡人数超过51万人。咱做伙来看上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新增加一个确诊个案，即阵病例数来到448例。中国的病例有83000多例，香港有1200多例。即阵全世界疫情上严重的前3名，分别是美国、巴西和俄罗斯。美国已经超过283万例，巴西超过149万，俄罗斯超过66万。欧洲地区，英国超过31万例，西班牙有29万7000例，意大利有24万例。即阵伫咧美国疫情是哪来哪严重？伫咧 California 有14个19个郡的餐厅、pub、电影院，拢着爱休至少3礼拜，袂使做生意。伫咧佛罗里达南部、Texas 和 Los Angeles 的海边啊，即摆全部拢封锁。美国有20个州也强制民众一定爱挂喙罨。这就是抢先重启经济和民众中款工作单位的地区之一。即马逐工新增的感染病例以超过5000件的速度提升。当地的哈瑞斯健康病院病床已经接近满载。位伫休斯顿的贝勒大学热带医学院院长霍特兹警告，敢若休斯顿地区到7月中为止，一天新增病例可能都将成长3倍到4000例的规模。到时阵，休斯顿将成为全球主要的疫情中心。德州州长亚伯特再度下令全州酒吧停止营业，餐厅需要限缩室内座位。感染新冠病毒住院的人数增加，也阁有亚利桑那州的红红城、北卡罗来纳州、乔治亚州、加州等地的一天新增病例小连续创新高。其中，加州过去2礼拜以来确诊病例就增加50%，住院人数增加13%。州长纽森伫7月疫情记者会就讲，过去24点钟就新增5900个病例，加110多件的死亡病例。纽森下令全境19个郡的餐厅、酒吧、电影院等室内场所再次停止营业至少3礼拜。全州总人口70%受影响，也因为7月初是国庆周末。民众习惯关注航班放烟火，佛州南部、德州甲洛杉矶等地的海埔将全部关起来。各州政府呼吁民众上好踮伫厝内。原本计划要伫7月初6中止开放室内用餐的纽约市州长古默，烦恼防疫扩散，防疫成果期了了，7月宣布延后开放，也批评死拢唔挂喙罨，甚至踢笑人的总统川普。We have to mobilize our government, and we have to start doing something about this. And you want to take one easy step that will send a powerful message. Put a mask on it. Put a mask on it. 防疫专家一再宣导挂喙罨保持社交距离，才会当互疫情缓和。若无，美国的疫情将会出现一天新增10万例的恐怖情况。已经有20个州强制规定民众出入公共场所挂喙罨。副总统潘斯前往亚利桑那州视察病院也挂喙罨。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诺甲几啊位共和党国会议员也呼吁川普做一个好模样，将喙罨挂起来。川普7月接受福斯商业新闻网专访时，态度大转变，讲伊愿意挂喙罨，并且再度预言感染会消失去。If I were in a tight situation with people, I would absolutely. You think the public will see that at some point? I mean, I'd have no problem. Actually, I had a mask on. I sort of liked the way I looked.
And I thought it looked okay. It looked like the Lone Ranger. 记者综合报道。但即阵伫咧拉丁美洲疫情也不哩严重，伫咧 Brazil 死亡人数高达已经超过6万人，哥伦比亚的感染人数也已经超过10万人。另外，阿根廷当地政府为着要抵挡疫情，已经封城，要直透封2礼拜。巴西里约真有名的地标基督雕像顶悬投影出各种文字，一排搁一排的名，全部拢是巴西感染新冠病毒了后死去的患者名单。拉丁美洲的疫情真严重，过去7天的新增加病例甲死亡人数拢创新高，巴西的死亡患者人数已经超过6万人。宗教团体巴西天主教主教团发起投影活动来悼念。Hoje escolheu esse dia, esse local super importante e simbólico, porque a gente queria prestar uma homenagem, uma grande homenagem às pessoas que se foram nesse momento que a gente está vivendo pela Covid-19. 巴西已经有超过144万的确诊患者，伫咧疫情真严重的状况之下，一半的巴西人拢失业。投入去外送餐点的行业，毋过对家己去外送的人愈来愈多，嘛，互外送员薪水甲以前袂比值，所以有真侪的外送员就伫咧圣保罗来进行示威抗议，要争取劳工的权利。Eles precisam da gente também. Chega dos bloqueios. Se a gente não for trabalhar no domingo, no sábado, eles bloqueiam. Chega disso. 50 centavos o quilômetro. 除了巴西疫情真严重，哥伦比亚确诊患者数量嘛伫咧当地初一超过10万人。啊，军队为着要预防疫情继续拖扩大检疫，而且佮甲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甲西科维亚地区封城的期限延长2礼拜到17。Dado la cantidad de casos que tenemos, me parece que es lo que había que hacer, restringir más la salida y la movilidad de la gente en la calle. Me parece correcto y bueno. 秘鲁是伫咧初一政治经济开放的第3阶段，互首都立马解禁。除了目前还阁伫咧执行经济隔离措施的7个地区以外，部分的国内航班甲下线客运拢会当恢复通车。啊，毋过这嘛互当地的交通乱七八糟。啊，若是墨西哥嘛伫咧初一，温州饭店甲餐厅恢复营业。啊，毋过因为过去100天的经济限制措施，已经互这个拉丁美洲的第2大经济体影响真大，失业的人数已经超过1200万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预计，墨西哥今年的 GDP 可能萎缩达到10.5%，这嘛是对1930年以来降低上大的幅度。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一个不幸的消息，伫咧缅甸有一座乌翡翠的炭坑，因为连续到几6天的大雨，伫咧7月初2透早全放起，至少有200人去互待伫咧内底。即阵确定的死亡人数有113个。其实当地政府则伫咧7月初1要求炭坑莫搁再乌，想袂到就随发生意外。啦！喂！土石流顺便扑向下骹，边个会当看到几个人赶紧走开。缅甸克钦邦帕坎区的一座翡翠矿场，初2早起6点半发生放气的意外，根据报道，上无200个人去活活待死。据当地居民称，约有200人被埋。截至当地时间今天中午12点，已经找到113名遇难者的遗体。缅甸社会援助组织帕敢负责人戈杰表示，由于此次塌方情况严重，他们正在调集大批人力开展搜救工作。缅甸消防局嘛伫人民找到继续搜救的相片，而且表示目前已经找到113具的尸体，啊，毋过也有要成百个人失踪。报道指出，当地也搁伫咧落雨，路呢拢是落过埋，嘛增加甲伤者送病院，啊，搁有搜救的困难度。根据了解，缅甸政府捌伫咧6月26发布命令，要求7月初1到9月30这段时间停止采矿的作业。所以发生意外，这个矿场应该算是违规作业。啊，毋过克钦邦已经真侪届发生矿场放气意外，2019年4月份的意外就造成54个人死亡。有些面来到就喏，有些面来吃嘛呗，搞得困难，原来呀，不哩呀，我们扒出来。克钦邦的帕坎区是世界上上大的热轧矿产地。单年交易的总额超过300亿美金，大部分是出口去中国。啊，若是矿区的沙价是真价，常常拢会发生意外。敢若去年就有上无100个人伫咧矿场无命，而且即寡热轧矿场无严格管理规范，嘛分别是无共的势力来控管。单年拢有几10个人伫咧意外当中死亡，受害者因为拢是真善者的少数民族，为着要叫大公司开发了后所捞到的热轧转来冒险。记者综合报道。
伊斯兰国嘅恐怖组织 IS 嘅行动，虽望受到各国嘅压制，不过因嘅势力也个伫咧。这个月意大利警方公布一段影片，表示伫咧南部嘅大城萨莱诺查到14吨嘅毒品。意大利就怀疑讲，这毒品是对 IS 组织所来嘅。意大利警方查缉人员，甲这外观看起来亲像纸卷，也是更苦的外壳挂开，内底藏着真多一粒一粒的物件，就是假造的芬奈他林。数量最高后，查缉人员是算甲头晕目暗，最后清点结果总重量14吨。警方讲，这数量已经用整个欧洲的毒品市场，估计价值折合大票有332亿。甲安非他命效果相款的药物芬奈他林，不是医药界用来治疗囡仔过动症、爱困症甲忧郁症的临床药物，互各国禁用了后，永远是乌市真流行的毒品。有的少年人为着拼美工读册，也是要佚佗，就用伊来提神，也有运动员使用过记录。台湾国家卫生研究院的公开文件指出，早伫叙利亚内战初期，包括 IS 在内武装团体就用芬奈他林来提神，来做长时间的战斗。伫英国广播公司 BBC 的报道也有相关的这种讲法。2015年11月，在法国巴黎发生的恐怖攻击，当地媒体引用看到人的讲法，讲犯案的凶手行动时敢若像僵尸，看起是受到毒品的影响。当时就媒体甲叙利亚内战、恐怖攻击甲毒品连结斗阵，甲芬奈他林讲做是恐怖分子的毒品。不过当时的毒品是由欧洲经过土耳其销往中东。意大利警方怀疑，这阵是颠倒兵由叙利亚境内 IS 残留的势力制造假芬奈他林，所来经由海运卖到欧洲，并且选伫意大利南部的海港都市萨莱诺登陆。而原本要伫意大利接头的大盘，警方认为起源伫萨莱诺附近的拿坡里。历史超过300年的老牌黑帮科莫拉涉嫌真大，这阵正伫彻底调查，也有多一寡欧洲的犯罪组织也牵涉在内。记者综合报道。今日国际也有啥物大代志？咱带乡亲就会来去看世界。先来看中国，中国已经烧散32天，发布大水河警示。三峡大坝即阵开水门排水，长江中游的河水量有可能超过警戒，发生天然灾害。再来看印度一对爸仔伫咧拘留的期间，那亲像是去互苦毒，连地到肠仔出血，不幸过身。即阵已经抓到动手的5个警察。再来看美国职业篮球联盟 NBA， 有20个球员和10个工作人员确定去挖到武汉肺炎。NBA 总裁 Silver 讲，那总讲这疫情搁再拖后开，比赛就会搁再停办。香港国安法实施了后，唔单单香港人受影响，甚至连外国人都爱细意卖去犯法。有律师就警告，民众伫咧台湾的国旗发表香港独立和台湾独立这个言论，那准讲去到香港，或者是去香港转机经过，就有可能去互掠起来。港版国安法正式开始，民众伫咧台湾的国旗就真有可能违反规定。港版国安法明定的犯罪形态，包括分裂国家罪、颠覆国家政权罪、恐怖活动罪等等。啊，若是中国坚持一国两制，无认同中华民国的主权，所以就有律师提醒讲，摕中华民国的国旗，都有可能会去互当作想要分裂国家，怎会去互掠起来？今天百日满地红这样子的国旗，以这样的国旗来看的话，它是代表的一个国家的存在。那既然代表了国家的存在，它跟中国就毕竟不是同一个国家，就会被认为是一个分裂国家的一个的作为。港独跟声援的他们认为的暴力或者是非法的行为，那这个就会有麻烦。港版国安法实施的头一天，就传出讲有一个查甫人伫咧香港去互香港警察抄到有早中华民国国旗，怎去互掠起来。虽望香港警察目前还未对外说明。另外，根据港版国安法第36条，民众伫咧香港注册的船或者是航空器顶管犯罪嘛适用。第38条是指出，毋是香港居民，还佫有伫咧香港以外犯罪，共款嘛适用本法。也就是讲，台湾人外籍人士，就算讲毋是伫咧香港，也是中国以外所在犯法，若是入境香港，或者是坐香港的船甲飞行机，甚至是伫咧香港转机，只要是去互当作捌有分裂国家的意图，也是激动，都有可能去互掠起来。像如果认为说台湾跟中国不是同一个国家，认为
西藏或者是新疆，他们有不同的意见，这种状况底下都会被认为有分裂国家的可能性。律师嘛警告，民众伫人面前社群背带，无论是写文还是分享声援港独、挺台独的言论，还有去街路面顶参加声援香港人的集会游行，可能拢会去互中国当作是肉中刺。人若是去香港，风险就真悬。若是国民党主席江启臣甲香港民主运动者黄之锋捌做伙翕相，外界指讲可能会去互国安法来注意到。江启臣背回，伊确认过黄之锋毋是港独，嘛发声带政府爱有作为来保护台湾人的权益。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军事方面的消息，咱台湾7月13到17要进行汉光36号演习，国军昨是伫咧大甲溪出海口进行实弹演练，这回陆海空三军做伙演练，国军也出动咱上届坚强的军机和军舰，要展现保卫国家的决心。火箭发射了。六只陆军阿帕奇攻击直升机向海边的目标，连续发射火箭弹，大目标是精准。另外一方面，陆军 AH-1W 的攻击直升机发射地下火飞弹，这8粒飞弹向海面内弹，发出真大的声音，嘛互现场的人拢看甲牙牙。这届实弹操演动员陆海空三军，由空军 F-12经过互战机发射飞弹，开始实弹演练。海军这样级的军舰，甲陆军雷霆2000外公的火箭实施远程攻击，而且地面的兵力嘛准备甲真焦全。安排 M109、M1B0自走炮、M60A3 战车等等的战力，小连续来战海上的模拟敌军。15只陆军155榴炮做伙发射，弹到海上的目标。参谋总长黄曙光嘛亲身来视察军演的进度，表现出国军保卫国土的决心。这场配合汉光36号演习，国军伫咧大甲溪出海口的实弹演练，嘛请民众来看。阿帕奇啊？怎么说啊？就是现场哎，实地的感受。那你觉得今天震撼吗？很震撼，比上次看还多。汉光36号演习拄13开始，台湾东南海峡气象卫定做是操演区域，而且分析这甲中共军队的威胁有关系。比如用舰上的巡弋飞弹攻击我们东部重要的军事设施，比如说嘉山基地。那还有就是在那个位置，它也可以对比如说从关岛方向来支援的美军造成一个威胁。若是解放军7到7 5，伫咧西沙群岛开始5天的军演，美军的动作真济，派遣 EP-31电侦机飞去南海监控，除了掌握中共军队协占咱的动态，学者分析无排除中共军方可能会成立新的设施，嘛认为解放军南部战区单日拢有手岛的演习项目，即马这个阶段中美的战略也是有侦察，短期以来要用武力来守台湾东沙岛的可能是无悬。记者综合报道。上新的消息，大学指定科目的考试今日开始，小连续考3天。即阵因为疫情的关系，考生入场拢爱绑体温，也爱挂喙罨。今年是无开放予家长陪考。大学指定科目考试今日登场，今年计共有43000学生来考。头一天考物理、化学和生物。考试场内底会开冷气，对家己窗仔门也会开一个15公分的空棚，保持教室内底通风。考试中心是提醒考生，若是入考试场的时，一定爱挂喙罨，也爱甲入场的识别证摕互工作人员看。考试的期间一定爱载有相片的身份证件，互人来查验，也爱甲喙罨挂好条。若准讲无照做，要考的迄个项目，可能就去互扣分。再来关心地方的消息，屏东地检署侦办屏东市代表会礼品采购的备案，发现现任的屏东市长林协雄做代表会主席的时，牵涉有卖礼品或者是骗钱，伊和现任代表会主席萧国亮即阵也牵涉在内，即马两个人是拢去互受压警戒。屏东市长林协雄办公室空无人，屏东市代会主席萧国亮办公室是大门拢锁起来，两个人涉嫌贪污嫌疑重大，双双被收押禁见。那林姓男子跟萧姓男子分别所诈领的财物，数十万到数百万元不等，利用职务上机会榨取财物，还有刑法上的行使公务员登载不实文书罪嫌，还有商业会计法填制不实、会计凭证等罪嫌重大。那在今天凌晨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经裁准。检方调查，民国101年到109年期间，林协雄甲萧国亮分别是前后任的屏东市代会主席。不过，两个人却是涉嫌礼品的采购备案。对此，屏东县府讲尊重司法，会协助地方组织顺利运作。
他现在任期还没有过半，那就地方地治法或者选罢法等等之类的，他必须要有法律专业的意见跟要件，我们会对于他们行政上面做一些必要的一些协助。屏东检方今年5月就要传唤因2个人，检方即阵掌握具体相关事情，认为因涉嫌利用职务上机会诈取在报价假造文书，才爆发情绪。立法上伫说2届屏东市大会主席了后，也伫屏东市长补助，并且由共党市民代表萧国良顺利接下市大会主席。即阵2个人任期拢也不到一半，拢因为牵涉弊案遭到收押。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台中，针对台中捷运绿线要探到大溪和彰化可行性的这项研究，交通部长林佳龙是伫咧面册公布讲，这项研究已经通过，打算今年8月份就会来勘查。台中北屯区和平里的和平公园是未来捷运绿线延伸大溪的车站有地碑，无论爬山还是休闲消费真方便。如果捷运来要往来爬山的登山客塞车的机会就少了，没用接驳车嘛，接到我们就是去做，就要赶快输出。政府对台中捷运绿线延伸到大溪，期待搁行上海，呼吁台中市政府爱做好路网规划，兼顾在地相关发展。交通部长林佳龙7月7日伫面册公布，交通部已经通过台中捷运绿线延伸台中大溪甲北彰化的可行性研究，预计8月会进行初勘。台中市交通局长指出，都市计划甲环境评估拢毋是问题，也期待绿线延伸解决大溪假日塞车问题。综合规划的时候，可能就会涉及到某些的这个都市计划要变更，那甚至到某些的这个区域是不是有涉及到需要做这个环境影响评估？那未来当然有捷运进到金浦库，在我们9号、10号步道的入口，那会有利于民众未来的使用。彰化县的在地意见也偏向支持现有的规划方向，也毋过对北彰化今次会因为捷运绿线延伸的交通连接无法度抵抗大都市影响，颠倒被边缘化。彰化市长林世贤建议彰化县政府公共建设甲都市计划爱量早规划。彰化未来整个交通运输有很大帮忙之外，我想彰化更要积极的去开发这个台化这个站区，还有这个彰化火车站的大车站计划避免这个台中的磁吸效应。交通部长林佳龙也伫面册表示，接落来会协助台中市政府进行路网整合，路线重点金马通勤站规划串联高架化后的代替鹿港山轻轨，成为3铁公告站，达成中奖30分钟生活款目标。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台南市有一个4热的查甫人，伊用手机游戏点数诱拐国校的学生，讲叫因翕一寡留现勘的相片甲影片，而且佮甲因威胁，讲袂使讲出去。即阵受害查甫都有差不多有30个囡仔，但这个嫌犯即阵已经去互人移送法办。画面内底即个挂手铐用移送的查甫人，就是涉嫌偷翕囡仔无好看相片的细路的查甫人。台南市警方伫咧查毒品案的时阵，发现细路的查甫人手机内底锁有几仔囡仔无好看的相片甲影片，查落才知影，伊用上游戏的点数也是宝物来做借口，拐骗国校的囡仔来翕相录影，受害囡仔要甲30个人。目前是多名反映受害家长也完全不知情，也没有报案。那目前我们是朝儿少性剥削防治条例来侦办。愈来愈侪囡仔有手机甲网络社群，嘛变做一种无形的风险。理学联盟认为，讲家长甲老师应该教育囡仔保护家己的个人隐私，口罩唔通说公开分享，嘛唔通定位家己的位。另外，像讲名、电话、地址、相片、校名、班级等等的个人资料，嘛拢爱保密，而且嘛要对网友保持警觉心。原则就是不要轻易相信网友说的话，可能不随便与网友单独的见面可能也不会随便收受网友送的礼物，不管是要求你出来见面送你真实的礼物，或者是所谓的游戏点数啦、虚拟宝物这些部分。除了教育开始，理学联盟嘛呼吁政府应该加重违反离校性北社防治条例的人的刑责。针对离校连续性犯罪的人，伫咧服刑的期间嘛要加强辅导甲强制治疗。若是要假释，嘛要由性犯罪防治，或者是离校保护等等的专家来评估闭关，才会当对各方面来保障囡仔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
接下来，咱来看高雄。今年4月份，高雄海巡署接到通报，讲有一只观光船假讲要去钓鱼，结果说是出海载毒品。海巡署和警政署也随去抓人，结果这只载大量毒品的船转变船，落尾超到761公斤的毒品，抓到10个人。今嘛阁有2个歹徒逍遥法外，警察当日来通缉。海巡人员接到线报，有一台假讲要钓鱼，对高雄港出海的观光游艇，为公海接运大量的毒品，特别返来屏东。赶紧沿着船只的路线前往抓人，真正就发现这台观光船，不过观光船和毒品做伙并伫海面上。陆陆续续取出了761公斤的一个安非他命，还有 K 他命。2、3级毒品，那这个部分呢，如果是以一次用量是0.25公克啊，足足可以毒害全台湾300多万人口啊！观光船偷运大量的23级毒品，伫电视台顶面数量非常惊人，包括安非他命和 K 他命，总共有761公斤。警方初估市价有30亿。这台观光船是伫个4月14号出发，18号要经过巴士海峡的路途中，因为载了伤侪毒品，无平均，佮加上海影上大冰船，观光船流到恒春后壁的外海才被吹到。我们掌握到它是一艘运毒的船只，所以我们以救难之名掩护，因为主要是我们要溯源，我们不是只有查到毒品而已，运用我们数位财政的技巧，好，以及就是相关我们动用很多人力来逐步的查获我们整个集团。这边海巡署和内政部警政署联合高雄、屏东的警察局做伙出动，抓到12名涉案中的其中的10个人，按照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侦办，其他2名搁在通缉。记者高雄综合报道。电影放上头来关心台湾高龄社会问题。伫咧高雄基丁病院，即阵是照日本的经验，对2年前就开始打造基丁的长期照顾这部分，要改做好集成，希望透过中央伫咧设计长照 ABC 计划，结合在地的医疗资源，整合医疗服务，让市大人毋免一抓路搬山过岭去看医生，留点故乡就通安心养老。医护人员正伫替这行动无方便的老人量血压佮血糖，地点是伫病院，而是伫地远的社区主体内底。有空这边要走走哦。高雄基丁病院推出的社区关怀活动，方便老人来追踪家己的健康状况。即要进入超高龄社会台湾，面临的是医疗照护不足的问题。都是行动不大方便，你叫他们去医院的话，他们决定不会去。所以说就近啊，他们会来。旗津区是一个高龄化的一个社区，所以大概我们就是配合政府的长照政策，就是所谓的在地老化社区整合照护服务。全台就面对真侪老化情形，和高雄基丁的民众真有感觉。根据统计，基丁地区老人人口占16.6%。比高雄市平均悬1.03，加上超过4成的青年壮年人口，因为食头路而留伫外地，社区大部分村欠缺照顾的孤单老人，当地佫欠缺长期照护机构，所以故意结合高雄地区400外间病院进行双向转诊服务，让行动无方便的老人用就近来看医生。希望能够整合一个完整的一个居家服务的一个模式。好，那所以这个大概是我们旗津医院未来努力建构旗津区成为一个旗津长照岛。因应政府推动长期照护 2.0，2018年7月推动长期照护 ABC 计划，有社区整合型服务中心，依照老人需求进行资源连结，应进行简单地处医疗照护的复合型服务中心，加提供老人探访关怀，成立延缓老化社团活动的巷仔长期照护站，服务老人。面对着孤单老人年代来临，在人生下半场变怎面对？基丁病院院长讲，未来会建立长期照护大楼，连续性的照顾系统。加社区化照护，希望用以这款的经验分享给其他需要所在，照顾到社会每一个所在有需要老人。记者综合报道。过来，咱来关怀失智的长辈。伫咧台南左镇有一间失智症的服务关怀据点，号做东升学业小学堂。这个据点专门设计针对有失智症头的时代，替因办各种有互动的课程，但照顾因的人也趁这个机会宣传一下。今年遐恁兜隔壁遐敢想嘛有种芒果？有吼。阿
公阿嬷坐做伙，有诶搭叶啊，有诶斗擦色，斗阵创作。台南市左镇区诶一间号做东心学业小学堂，设置前诶服务据点，专门设计课程，互设置诶长辈，互因有机会加接受一寡刺激，也互照顾因诶亲人，通好休喘。足欢喜诶，真诶上帝甲我照顾啊，足好势，拢无安那呢。真正呀！关于他们的记忆、他们的生活，然后去堆叠出来他们的一些很有价值的一个生活经验。东心学业小学堂表示，左镇区是台南市老人人口比例上侪的所在，而且根据流行病学的调查，左镇区差不多就有160外个失智症的长辈。但据点成立1年以来，已经服务超过3500人次。据点望继续推广失智相关的知识。透过我们这里的活动，认知促进啊，然后延缓失能啊，还有就是怀旧料理啊，或者是趣味桌游，或者是益智体能的部分呢，提升他们在记忆的一个部分，然后延缓他们失智还有身体的一些老化。东心学业小学堂希望经过药物以外的治疗方式，将失智拖慢，也加强得病的长辈因的表达能力、甲体力，增加患者的自信。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屏东，伫屏东潮州有一间超过100年的关定古迹，号做凋林宫。当初时起庙迄个时阵，也无建筑法规，怎无法度请门牌？即阵经过111年的等待，依照文字保护法，总算摕到这张家己的门牌。众人甲红布扣落来，屏东县潮州镇三级古迹凋林宫，伫咧起庙111年了后，即阵总算有家己的门牌啊！凋林宫的董事长是真感动，伊讲即马宫若要收批，就免搁再用隔壁邻家厝的地址啊！足感谢伊这47年来无偿的就咱来使用，若无即个门牌，咱的保存登记，咱建筑物的保存登记，无法度通办理。这间起伫咧潮州镇树林里的凋林宫，主神是拜天上圣母。当时伫咧起庙的时，是伫咧日治时期，迄当阵也无建筑法，无通称建筑使用的执照。宫怎无法度向户政单位请门牌？毋但有产权的记录，也袂使办建筑物保存登记和申报清庙埕的作业。即阵伫咧潮州镇公所的协助之下，凋林宫是用文字保存法内底关定古迹无受到建筑法约束这项法条，才顺利请到门牌。董事长率领他们的董监事到行政部门到公所来跟代表会主席我们研议以后协助他们才完成今天我们那个门牌的设置。100年的古迹，等了100年才等到这块门牌。凋林宫的董事长讲，这是一个新的开始，也望未来咧杀宫内底的事务也会使更加顺遂。记者综合报道。生活报备啊，来关心国家卫生研究院宣布讲，即阵要选择 DNA 疫苗，改正做是武汉肺炎预防射的主要项目。即阵也当伫咧和民间公司合作，按算今年年底会进入人体试验，上紧伫咧明年后半年有机会就市。武汉肺炎疫情伫咧全世界继续跌脱，疫苗的研发嘛当地进行当中。国家卫生研究院宣布会甲先期业者合作，以 DNA 疫苗来做开发的重点，预计今年底进入第一期的人体临床试验，上紧明年下半年都有机会来上市。DNA 疫苗是最近几年在疫苗产业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技术平台。那特别是在应付紧急疫情的时候，它就可以凸显它快速可以进入临床试验的一个特性。郭伟仪表示，目前疫苗研发平台包括 DNA 疫苗、生态疫苗、定做病毒疫苗、甲次单元疫苗4种。若是使用 DNA 疫苗有快速生产的优势，研究人员以人工合成新冠病毒的 DNA 了后，地当透过大肠杆菌来大量培养制作疫苗。整体研发时间上少比其他疫苗研发近3个月，而且动物试验的结果嘛证实会当有效中和病毒的抗体。在我们的动物实验里面，我们确实也发现说，它有能力让这个免疫反应趋向 Th1，
所以呢，种种迹象让我们觉得说，这个是一个未来比较好的一个发展的方向。根据世界卫生组织 WHO 统计，到6月底为止，全球17支建议临床试验的候选疫苗当中，就有7支是包含 DNA 还是 RNA 的核酸疫苗，是所有疫苗种类的冠军。国务院强调讲，会加速研发疫苗研发的进程，而且建立台湾自主研发生产能力，来确保未来咱台湾人拢疫苗他主。记者综合报道。即阵的科技有影愈来愈发达，刚建议即阵和便利商店的业者做伙要设一个智慧型，而且是无人顾的即个便利商店。即阵利用科技来判断人客的面目啊，也感应讲因手所摕的物件。未来科技要进入咱人类的生活，是愈来愈值得期待。用手机扫 QR code 了后，直接入去商店买物件，都开始到结束，完全唔免点完，就会当完成全部的动作。所有过程唔但真方便，而且佫会当省排队付钱的时间。是在拿取的过程中，它会自动能够辨识我拿了什么东西，实在是非常的方便。当你在这里拿取东西的时候，事实上我们会辨识出说，哪个商品被拿取了。那再加上我们刚刚说的对于你的追踪的位置，所以就可以知道说这个商品是哪个人被拿的。甲过去无人超商上大无共的所在，就是伫咧头壳顶、甲火架顶悬这一粒一粒的感测器。若是侦测到人的形影，只要拄架面顶摕什么商品，系统就会随知影。它在偏乡方面呢，这部件呢成本是比较高的，所以如果能够导入比较少人，甚至最后无人的这种技术的话，我们可以使得这个便利商店的普及率可以更高。我们这样的一个预取智慧商店的这样的一个测试，去了解消费者在各个时段各种不同的一个消费模式，然后去进行技术上面的一个调整。武汉肺炎疫情，和国内小卖业面对着真大的冲击，上阵这点。工研院甲便利商店签约合作，会来说全台湾头一间的智慧商店，运用科技来拼后疫情时代的新生活方式。记者综合报道。台基文扛棒，今日要带乡亲做伙来去台南行行看看咧。台南市伫咧7月份有举办台基粿的活动，特别伫咧王玉德纪念馆外口的凉亭，打造一个台基现代的市场。民众只要用手机扫 QR code， 就有人吟诗互你听。咱做伙来去凉亭行行看看咧。王玉德纪念馆外口的凉亭，才出现一片台语的现代诗墙，一首一首现代的台语诗，唔但看会到，嘛听会到。清静的街巷内，风入探照路走的日光。面前顶云过影只，嘛风入厝边熟悉的声哨。安尼优美的声音，只要透过手机扫 QR code， 就会使听到台语诗，看到诗墙的纹理，感受真无同。这首是我写的美国线，因为美国线这个物件真心是足侪人外县市的拢唔知影。有美国线这个物件，台南市的文化局特别打造这个台语的现代诗墙，挑选这20首现代的台语诗，描写台湾的人文、风景甲美食，对古早味的点心到地方美丽景致，全部拢伫这个小小的凉亭，嘛秀出诗的纹理，甲诗文变成艺术品，相当的雅气。就觉得还蛮古典优美感，对，就是跟平常的那个方式，平常都是什么字画吧比较多。这群大学生有的人打会晓讲台语，看到台语诗墙的台文，其实有淡薄仔生疏。看文字吼，有当时感觉较生疏吼，所以咱会当甲文学、文字、文本，甲转化做声音，转化做影像。会当更较深入的感受到啦。一字一句体会台语诗，会发现其实伊足亲切，嘛足美丽。这座台语的现代诗墙，对5月节嘛是诗人节，即天开始开放参观，展出3个月。记者陈家军、赖伟做台南报道。
世界真新式，疫情拄旧年爆发到大，其实改变咱的思想，也包括翁仔某关系。伫咧早期爆发疫情的中国武汉，即阵伫咧解除封锁了后，武汉即阵要结婚的人是不了多，因为体会到人生无常，所以决定要牵手做伙一世人。毋过离婚的人也袂少，有律师就指出，伊进前是逐礼拜只要处理一件离婚的案件，即马逐工就爱处理一件。 这一对一对挂水眼的情人，伫咧中国武汉的婚姻登记处外口排队要等登记。我们结婚了，我们不婚了。来登记有第一遍结婚的，也有本来离婚搁结婚的。武汉是上早发生疫情的城市，封城76天才解封，封城时间无法度出门，情人斗阵的时间变长，感情也变好。产生了比以前就是没有这么密切生活的时候不一样的感情。 甲去年比，今年5月登记结婚的增加3000件，有5000对新人挂伫咧520这天结婚。因讲毋是所有人感情拢变好，伫咧经理行李的魏先生结婚5年，封城期间无头路无收入，甲因牵手2个人伫咧厝内相上，最后挡袂住压力，决定要离婚。每个人都会带来一定的不同程度的心理压力。你没有收入的情况下，你要去偿还这个债务的话，你肯定会压力会更大。 所以说，这样一点一点的去积累的话，就会使人爆发。替魏先生办离婚的律师就讲，进前一礼拜只敢若处理一件离婚案件，怎么变做一天一件？在中国其他所在，离婚的人数也有增加的情形。像在西安，3月时阵，离婚登记有约就过万。这边疫情，互人甲人的互动更加密切，有人感情变好，决定要手牵手过一生；有人决定要暂停彼此的缘分。记者综合报道。 希腊是旅游的大国，不过伫咧意大利 Venice 即阵伫咧遐行大人并无讲介多，当地封城3个月，出来行大人变少，本数变少，水质也变清气啊！无的确，他即阵这个时间会使互当地人重新思考，未来是要继续赚大钱，还是搁享受这种买袂到的宁静。 今年83岁，住伫威尼斯安杰洛，虽然讲是伫遮成长大汉，但是伊差不多要袂记讲故乡原来是啥物模样。Questo è pieno di barche di trasporto, di tutto qua. Questi canali sono pieni, di solito. Gondole anche molte. Più limpide, di solito più 伫疫情发生之前，圣马可广场的人是真济，但是伫旅游限制解除了2礼拜，人共款是无偌济。Here 2 or 3 times, and it was always crowded and full of people. And at this time, it's the best time we ever had. We are by ourselves. 疫情是严重冲击威尼斯的旅游业。船头家伫讲，威尼斯70%就业人口是靠着观光收入，即摆大家拢无生意通做啊。 虽然讲已经是解封啊，但是威尼斯大部分的店家是无开门做生意。这间专门卖在地料理的餐厅重新开门，生意刷落来4成咯。 Stanno un po' riequilibrando gli equilibri da un punto di vista di nazionalità. Adesso abbiamo un 60% che è italiano, il 40% è europeo. 威尼斯人是怀念以前的生活节奏、厝边关系，也有当地充满活力传统手工艺生意。但是，这伫旅游业伫1990年开始撑起了，就豆豆的消息咯。È stata l'estromissione dei veneziani. E la città viene presa. Dovrebbero venire di meno perché vengono organizzati. 威尼斯经过了封城解封，因过淳朴宁静的水道服务，向搁转来咱的生活，嘛，互大家开始思考，家己要伫的到底是赚大钱，还是要有清气的运河甲街路？记者综合报道。 即马热人天气是互人热甲冻袂调，有袂少人是想要去海边啊耍水。即马伫咧南韩，因为疫情进入第2阶段，当地政府是设一个网站，要控制出入海水疫情的人数。伫咧西班牙政府就以无人机、用紫外线消毒等等这设备，佮加3000个防疫巡守员，要互游客来遮佚佗会使更较安心。 开始向热，釜山海巡台即寡有名的海水浴场人佫变多。海洋甲渔业部第一遍推出海波耍水线上预约的网站，这个作业自上南边的全罗南道开始进行。网站用色水表示人多人少，30分钟更新一遍。
青色代表人流适当，会当保持2公尺的社交距离；黄色表示人伫咧上限的2倍以内；红色表示超过2倍。另外，由海沙保成 QR code 来管控人数。来看欧洲，西班牙3个月紧急状态令总算解除，国内民众会当自由耍电动。马拉加是加强防疫措施，呛水的条啊定时消毒，便所改用感应式的呛水马桶，水龙头用卡带的，全程片面直接去卡掉。阳光海岸顶白色山城米哈斯用3台无人机管控12公里海岸线的人数，同时也会发出声音提醒海保的防疫准则，也就是可能迄款违规的民众。El dron hace una foto en la playa, ¿vale? Y en tiempo real tenemos un software de inteligencia artificial. Antes de ir a esa playa puede entrar el enlace del ayuntamiento y saber qué playa tiene el tanto por ciento de ese aforo. 安达卢西亚当局开2400万欧元，为伫未来3个月暑假旺季，确保800公里海岸线的安全，也请3000位海岸巡守员。Pero la labor principalmente va a ser informativa. En cuanto a por qué me he apuntado y eso, pues estaba trabajando hasta marzo, que por el tema del COVID-19, pues la empresa me quedé desempleado, así que es una oportunidad fantástica que me gustaría aprovechar. 为了准备伫咧欧洲全面解封了，吸引外国游客来遮耍，安达卢西亚当局也推出特殊的 Q2 标签，认证这个海保是符合安全准则，让游客安心来遮耍。记者综合报道。下半晡的天气如何？咱就会来看各地详细气象资料。北部25度到35度，中部25度到35度。再来看南部25度到33度，东部25度到35度。在金门、平湖、马祖26度到33度。感谢乡亲收看今日的早起新闻，我是敏珍，明仔讲这个时间咱再会。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一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金蕉。自细汉我就最爱甲爸爸妈妈出去佚佗，因会带我去坐火车世界游览。咱今仔日要讲的词就是车头。车头汉字写做车头，罗马字写做呲牙车、特鳌头。车第1条，头第5条。车头是火车站的意思，火车咧让人落车坐车的所在，毋是火车的头一节咯。咱若是要讲拖规只火车的迄粒头，咱叫做车母，也是火车母。较早高铁、飞轮机无即马遮时行的时阵，咱若要去较远路的所在，拢会坐火车较济。就安尼，车头正做要甲人分开，也是做伙的所在。毋只有袂少流行歌拢甲车头火车有牵连。要坐火车爱先拆票，若是直接去车头拆票，内底有专门咧互人拆票的窗口，服务人员会问你讲要买当时的，要坐到倒位，要拆几张，敢有要拆来回票？我要一张4点20分台北到高雄的车票，嘛会使讲我要一张上紧到高雄的车票。车票拆好，要坐车就要踮月台听候。
你入去柜台时，爱先伫遐互铁路局的人加票。你若是要入去柜台送人坐车，就要买柜台票。俗语讲落车头无探听，意思就是讲落车头来到一个新的所在，煞无去探听当地的人物状况，咧讲人袂晓看人，看人无，有眼不识泰山的意思。还有一句俗语是“鸭做头的歹火车”，是咧譬如人嘴真白真严，要甲重要的消息也是秘密。讲互人知，什么？你就头中一亿？溜、车头、车母、贴票、窗仔口、柜台、落车头无探听，加做头会歹火车。车票贴好，我要紧来去车头坐火车。今仔日的大讲一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咱后摆再会。这是公视第几台，接落来请收看咱的节目。